點先算係一份好嘅遺囑？淨係寫財產點分配就夠？寫得唔好，隨時反而令屋企人更麻煩。製作遺囑時要留意啲咩？等陳律師同你講啦。如果遺囑涉及大額贈與，或者遺產唔係平均分配，應該早啲同家人好好溝通。要揀可信嘅遺囑執行人，最好諗埋後備執行人。如果有未成年子女，記得加入監護安排，同時都要處理剩餘遺產，避免遺漏資產。當家庭或財務狀況有重大改變，就應該盡快更新遺囑。另外，遺囑正本一定要妥善保存。由律師幫你草擬同見證遺囑，可以減少日後辦理遺產承辦同執行遺囑時出現嘅問題，亦可以減低爭議風險，令家人更加安心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歡迎聯絡91277273，我哋有專業律師可以幫到你。